呢個業主花咗300幾萬嚟買呢套大平層，居然住都未住過，而家居然供唔起啦。而且呢套房呢係單獨嘅一戶喺度，所以私密性都非常之唔錯啊。入門口呢度呢，除咗有個入戶花園之外呢，仲贈送咗一間房仔。咁呢間房我哋係可以攞嚟養寵物嘅。咁我哋而家見到呢個單位呢係185平嘅4+1房雙陽台南北通啊，可以講呢套都係一套新房，因為業主係新房買翻嚟未住過嘅。喺陽台望出去係望小區嘅園林景觀，好似呢啲大平層喺珠海冇400-500萬你係買唔到噶。咁因為呢一套呢業主係比較急啊，因為佢係冇咩能力再供噶啦，所以呢300幾買翻嚟直接係冇咗100幾噶啦。而家放出嚟嘅毛坯房都要220起步啊，咁佢呢一套比毛坯房仲要平啊吓，而且仲要係豪華裝修，你諗下業主要蝕幾多錢？直接冇咗100幾個啊！喺呢個位置去到我哋嘅拱北口岸大概係15分鐘，咁去到華發商都呢係5分鐘左右嘅，比珠海好多地方仲要近口岸啊！呢一邊一共係有4間房嘅，其中3間房係朝南嘅，再加上入門嗰個位置一共係有5間房嘅吓。呢種大平層呢基本上係好少有噶啦。再嚟睇下呢個主人套間，呢個主人套間個廁所係兩邊分開嘅，一邊係沖涼啦，一邊係排泄嘅。咁大個主人房，你哋兩公婆喺度搞乜嘢都得啦。如果最近有想揾大平層嚟改善嘅話，真係可以睇下呢套，因為呢套性價比真係好高。想了解記得 call 我啊！